多谢议婷来看2023年台北时装周以传统表演艺术甲传统工艺为主题，今年更加是将这开幕表演头一摆刷去到台南，伫上有文化意义的南昆新大天府，展现出结合现代甲传统的节目。副总统赖清德嘛请台湾设计师名牌品牌呢，用行动收听。 传统乐器结合现代音乐，马岛对音乐节奏行大步。2023年台北时装周正式上场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从八家将到设计师的跨界，整整7组。我想这双双对对所产生的，事实上是要跃上我们台湾跟国际的时尚设计。台北时装周延续过去2年重点，开幕秀刷来到台南府城，跨界将南昆新大天府头前广场变作是世界大型剧场。由台湾现代的年轻的一流的美学设计师，去结合传统工艺。 宗教美学。2023年台北时装周活动继续办到4月7号，主要节目卖集中伫咧24到29号，伫咧松山文创园区进行。嘛期待透过这个文明活动，让世界继续看到咱台湾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